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欠缺向主来求讨，安静咱的心，伫即个礼拜前的时间，咱安静咱的心，同心祈祷，少念遐个即届地动，咱的同胞，为着台湾的民间宗教的盛行。宗教人的心，拢是为着求家己的利益，求主来赦免。即个时间，咱安静心来祈祷。
啊，这平安，互咱来吟圣诗，回前的诗圣诗第363首。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列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记你的圣殿，少念你极大的仁慈，我心敬虔，心敬虔，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上主互义人的骹步稳固，以欢喜因的所行所做，因着达嘛袂跋倒，因为上主用手扶持。咱来吟圣诗，圣诗第6首，
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无欠缺一件，七水草布，予我徛起山间净水边。予我灵魂晶莹醒悟，带我行去路。我虽行过深山谷，免惊失望永无。虽有危险，免惊灾害，因为我主同在，因我的骨受保庇，因我安慰父亲。对着面前百姓笑，予我当高仰，比我头壳应有来往，予我的杯满满。稳定自必的靠对我，到今一世无山，我要永远快乐安住，伫耶和华的主。今仔咱犹原徛着，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接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交托启示文，启示文第11，诗篇的后壁，启示文第11，圣诗的后壁面，启示文第11。现着我来启，请咱兄弟来印。启示文11，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眠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伊到上帝的厝。我对念这个事，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
你着望上帝，因为伊会面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郁卒。你的瀑布出声，就深渊甲深渊三叫应。总是耶和华，伊是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袂记得我？我的对敌击刺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你着望上帝，伊是我的面的阳光。当时码头来祈祷。感谢上主，你极大慈悲仁爱，随望你用通行为的作为，施行公义来应答阮。阮有缘要相信，伫地极甲海面远的人，拢要倚靠你。你彰显你的大权能。求你用气力，互山岭安稳徛在；求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珍肥；求你赐福，互阮所栽种的拢大长。虽望地大震动，愿知。你有缘坐伫做王，掌理万有。愿上主你怜悯阮，搁赐福阮。愿你用仁慈款待阮，也求你赦免阮人的愚妄甲骄傲，因为阮少想要用人的气力来抵抗。上主创造的奥妙，求你怜悯，搁赦罪。求主耶稣基督的保惠，做阮的救赎。求主耶稣，你做阮教会的照伴，互阮通伫你的石盘顶徛在，求主你的丰盛，替伫困苦人来伸冤。求主你的丰盛，解救伫阮台湾百姓迄个善切的心灵。求主上帝将你的话显明。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晓悟，互阮听会明，行也行会出。伊国外的主，通做阮的石盘，互阮好胆做基督精兵，招万百姓做门徒，甲因行洗。互因归爸囝圣神的名，愿荣光上主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
献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哈利路亚。咱来强守上帝的话，咱来看一位的圣经，引用马可福音4章21节到25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台语汉语本是第43页。马可福音4章21节，佮甲因讲，人举顶来，检是要下伫斗下，还是床下？检毋是要下伫灯台顶，因为有晕目的，无毋是要显出；受困的，无毋是要露现。若有耳孔听的，着听。佮甲因讲，着谨慎所听的。恁用什么牛来牛，也要用这牛互恁，佮要加添互恁。因为既若有的要互伊，无的连伊所有的也要甲伊抢去。现在，我心恳切来尊重，我心静在对你讲，只剩我的主。现在，我心恳切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讲，只剩我的主。
讲道，今仔日温牧师要用龙的显明来证道。伫座的小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咱今仔日会当伫遮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语，愿咱会当亲像种子共款，愿上帝道理栽种伫咱的心中，会当继续做做，有100倍、60倍、30倍。愿上帝平安，甲咱三脚伫地。咱即时用感谢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主悲怜悯，听来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做伙主持伫你的面前，会当来领受对你来的话语，抓开阮的耳孔，会当听见你的话语，也互阮有会当来活出你的真理的脚，阮的脚步有主你的引带。抓这时阵，求你来引带阮，互讲的、听的，拢得到利益，拢知影上帝你奇妙。你天国的奥秘，对阮来讲明，对阮来讲出。在这时阵，求你来拍开阮的心，愿你的话语成全阮的引带甲带领。阮的祈祷，奉主所名求，阿免。搁一摆来到笃行教会，较早是伫高中的时阵，我是读台中二中二中的同学。伊当初我想起，今仔已经是17、8冬前，真的是真久的时间。伊当初是差不多是高中生，今仔日真做一个牧师，搁一摆转来到笃行教会，甲大家做伙来分享上帝话语。对我来讲，这是非常无共款的心情。过去是一个学生，真做伫团契中间做伙伫遐来领受上帝的话语。今仔日诚做牧师，大家正兄姊妹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我相信两个价值是拢真无共款。总是我相信，无论是做牧师也好，还是做咱的学生，其实咱拢是要听上帝的道理。我相信伫这个过程中间有上帝引带甲带领，愿今仔日上帝引带咱正人会当听起上帝的话语。我相信今仔日这个经文是大家真实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是列整个披露了后，有2个小小的故事的小小的披。可能最近听起侪新闻的报纸，也是讲新闻的报道，唔知大家对4月3号开始，经过台湾经过大地震了后，可能咱的心中感觉非常的惊吓。对9日以来20几冬开始有一个4.1的大地震，我相信对咱的心中开始会感受到，这个花莲这个所在发生真大的代志，咱的心中会感受到非常的惊吓。甚至最近咱可能看到新闻，可能有听起。报名的艺人发生一款讲性骚扰，还是讲性侵的这个代志，可能咱看到新闻，来感受到这个世界哪会非常的，咱讲非常紧张的代志。咱看起这个新闻有遐尼多，咱讲看起才会恶当当的代志。对咱来讲，听到遐尼多的代志。遐多的新闻，咱的心敢会因为这款的新闻受到紧张，还是受到影响？我相信应该是有。总是伫这个过程中间，当咱听到这款的话语，听到这款这么多的信息，咱的心甲咱的健康怎样来听，怎样来领受？我相信是非常要紧的代志。就正如今仔日圣经巴克互伊所讲的，这稳密的代志，拢会显明出来。今仔日经文有2个小小的披露，2种的披露拢在回应2种的披露。在耶稣讲起，当咱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道理的时阵，
咱用什么款态度来回应咱的主？耶稣讲真侪的譬如是要互人要稳重上帝国的道理吗？毋是。耶稣讲这譬如是要互人去显明上帝国，也是天国，有什么款的真丰富的美在财宝伫这个所在。所以耶稣有一种的譬如，咱讲今仔日马可福音，今仔日看去第4章有2种的譬如，阁有这个经济的譬如。所以耶稣讲起这侪的譬如，是要互人去知影讲，上帝国要亲像什么款的代志。今仔日刚看起的经文有2个小小的譬如，拢互咱去知影讲。听了这款这么多的上帝国的道理了后，咱就怎样来细腻来听，详细来听。第一个小譬如是掠灯的譬如，伊讲人掠灯来，也毋是放伫豆的，也是装的，也毋是要放伫灯台顶。这个原文的主角是灯，灯来到这个世间。这边咱想看觅灯是要放伫倒位，互人看会见。咱讲灯是要放伫咱讲灯台斗的，或是灯台顶，互人看出即个光线，互人因为即个光线，互人会当看见光线。所以无灯的时阵，咱才知影讲，即个灯是非常的要紧，咱才会看得清楚。咱才会当知影讲，即个光线会当照光每一个所在。所以大家拢知影讲，灯应该放伫灯台顶，因为是上明显的所在。所以无论是黑暗中，咱需要有光。当咱看到伫黑暗中有光的光线的时阵，咱才会发现讲，伫黑暗中的物件才会发现出来。所以今仔日耶稣讲，当伊要讲一个譬如，互外人听的时阵，伊爱所有军队耶稣才会闻到讲，咱着爱细腻来听，因为上帝个奥秘要显明互即款的人。所以耶稣搁一摆强调讲，有耳通听的着听。所以有耳通听的着听，是对每一个人来讲。当咱听起，无论是每一个牧师讲起的道理，也是咱讲圣经会议，咱是毋是敢会拍开咱的心门，拍开咱心中的耳孔，细腻来听，然后去行。灯也是讲，耶稣讲，耶稣伊是光，光照伫这个世间，会当显明伊的性命。所以有时阵，当咱读着圣经的时阵，听到上帝的道理。所以当咱细腻来听的时阵，咱会有时会伫圣经内底会发现讲，原来这是上帝的话。也是当咱拄着困难、拄着危难的时阵，有时上帝用伊的话语、伊的圣经，也是一首的诗歌，真侪咱的望甲安慰。所以上帝道理就亲像灯共款，所以还是咱就怎样来领受即款的灯，互咱来领受。所以耶稣佮继续讲起即个要量互人的即个譬如。所以即个话语有光，会当看叫，互人去显明上帝道理。所以咱的器具，咱心内底的量器具。要怎样来领受？所以当耶稣讲起即个光的即个譬如，讲起了后，伊就继续讲起即个量器、即个器具的即个譬如。所以耶稣甲伊讲，着谨慎你所听的，恁用什么款的牛来量，也要用即个牛互因，搁要加添互你，因为贵己若有诶，要互伊。无诶，连伊诶，把伊诶所有诶，也要甲伊抢。所以，即个器具就是要量即个米诶，即个器具，
无论是牛遮个吼，那种器皿也好，还是称斤即款的磅仔。伫我细汉时阵，我阿公的厝有真侪的磅仔，有真侪的田，看到伊真侪的遮个田，甲遮个真侪的米。所以，这校伫伊的田内底，拢有即个器具，要牛互别人，也是讲即个米店有量牛遮的米互别人。所以看到遮个磅仔有真侪的米，所以一粒一粒的米，拢有无共款的重量。所以还是因为即个器具拢有无共款的大小。有大个，也有细粒个，所以即个意思就是讲，咱心内底即个鱼空，也是讲心内底，即个咱的器具有偌济，咱领受偌济，就爱分享偌济，就是即个意思。上帝互咱有真侪的恩典，真侪听到上帝道理。如果咱无将即款的恩典分享出去，这是真可惜，因为上帝甲咱讲，如果有诶也要互伊，无诶连伊所有诶拢要摕去。所以还即边咱领受偌济，就摕偌济。所以即个器具诶譬如，搁一摆回应上帝诶信息讲，如果像即边咱听到道理，无搁一摆回应，就亲像以色列诶人共款。以色列人过去听了上帝真侪道理甲命令，总是上帝甲因所有诶拢摕去。所以，就亲像以赛亚所讲诶，咱诶耳孔有时就亲像互油塌去，拢无听到上帝道理，拢无悔改，临到上帝面前。所以，上帝道理不断加添互咱。咱就怎样互咱的生命有即个器具，一届搁一届分享互每一个咱四周的人，所以咱会成做一个分享的人。所以马可福音搁一摆提醒咱每一个人，听到天国的道理了后，咱才能知影咱的主是什款的主。马可福音所讲起的主，伊是上帝国的先知。伊赐下怜悯，互遮个受邪神控制、伊伫患病的主。伊也是呼召十二个门徒的主。伊也是讲遮个故事的歌手。所以，即阵咱听到，无论是咱信主10年、20年，还是30年以上，我相信，即阵咱听到真侪的道理，上帝国的道理。总是遐新闻，咱会当想想看卖，听了做有做无？听了有去做无？有时对我诚做一个牧师来讲，有时做了嘛是真，有时真困难。总是讲上帝道理嘛是爱讲，总是有时阵咱讲起即个回应的即个行动，有时是一步爱需要一步，咱去努力。所以咱看起有时咱听起伫教会久久，有时有讲咱会讲咱是老基督徒，咱是一个油条的基督徒，就是讲即个听了真侪道理，随望真明白信仰的道理，总是无去认真甲伊来实行伫咱的行为中间。所以有时阵咱有听起我们的前辈有甲咱讲，听到道理无去行的是道理者，道理真。听了真侪道理，会用圣经解去讲解说真侪代志。总是伊是头仔真大，就是才身躯真短的人。我相信还是因为咱无亲像即款的人，咱望咱的生命，咱基督徒的生命。是愈来愈行出即个健康的生命。我亲像即个道理者共款，听了真侪道理，总是用圣经的话语审判别人。我相信伫即个过程中间，真需要咱去思考，
到底咱所听到的道理要怎样来实现出来？耶稣期待咱听了上帝的道了后，会当细腻来持守。当然，上帝个奥秘超越咱的想象。未信者有时听到咱所讲起的道理，有时会感觉非常不可思议。所以耶稣就讲起讲，领受的人就亲像一个正正直的人，伊自然会放下伊家己的意见，愿意定心来到上帝面前来回应上帝的道理。听起这个道理，叫固执的人，就亲像耶稣讲起这个掠种的譬如，伊拄着生命中侪侪困难，伊就生出这个气魄共款。所以今仔日讲上帝的话，就亲像光共款，互咱看到咱的本性，有稳重的一切的代志，拢要显明出来。所以咱的物件，咱的所做所信，有一天咱拢会显明出来。所以孩子们，耶稣透过电甲这个器皿的譬如，搁一摆挑战军队耶稣的基督徒，听到这款的道理，拢爱实践出来。如果孩子们咱爱结出真好的果子，就爱有牺牲，就爱知影咱的心中的意念是甚物。因为伫末世的时阵，一切的道理、一切的道理，咱心中的意念拢会显明出来。最后，即个今仔日的时代，咱袂欠缺真侪的消息。今仔日是网络甲真侪咱讲传播媒体非常紧的这个时代。今仔日的消息介济。所以有时阵，咱听到新闻也好，看见网络这个讯息，有时咱会看见讲，咱所看到的，有时是有人拢会知影。所以今仔日咱伫这个大数据的时代，咱的生活拢互这个网络知影，其实伊的网络这个数据拢伫因的内底。所以就亲像咱今仔日看到有一个艺人讲起即个咱讲性骚扰即款的代志，就是有一款咱讲起网络有一人即款伊搜寻的媒体，伊搜寻记录内底有即个无好的影片，所以互人知影讲原来伊做的是一套，另外做的讲的是一套，另外做的是另外一套。所以伫即个网络甲媒体，拢知影讲，咱的秘密拢伫网络内底。所以看讲，即个艺人原本是非常要紧、非常请兄、非常厉害的一个艺人。总是伊知影讲，互大家伫即个新闻内底知影讲，伊竟然用买即款的影片，是一个真无好的代志。所以伫网络的时代，真正是听到圣经甲咱讲起的，要稳慢的，拢会显明。所以今仔日咱看去少年人，有时咱讲，咱会当用无痕的搜寻引擎，总是随便是无互即个网络有记录，总是咱知影讲，伫即个数据的背后，拢有一个人，甲伊的即咱所看到的网络，拢甲伊记录出来。所以咱会当去对即个代志中间，咱会当提醒咱家己，咱所看的、咱所做的、甲咱所讲的，是毋是一致性？会当提醒咱家己，如果有一天咱所离捌的兄弟姊妹，咱拄着即款的代志，咱会怎样来做？今仔经文继续挑战咱，用什么款的器皿来明互人？无论是灯是斗，拢是爱放伫伊原本的所在。所以孩子们，咱所想的、所讲的是一致性。我相信听到遮尔多的代志、消息，有时咱所听的，毋知要安怎听。
总是上帝互咱会当去回应即个时代的背景，就是咱徛在伫上帝的话，然后用上帝所欢喜的指示，伊所欢喜互咱的品行来互咱。所以咱就怎样来面对人生每一个状态？我相信教会诚做上帝团契一份子。如果咱徛在伫上帝团契内底，咱继续伫这个所在来回应上帝，徛在伫上帝互咱的信仰的生活。但是就咱今仔日会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所讲的，万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到来宣扬耶稣基督拯救，最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是定军伫本地，连同所有住民，通过听甲受苦，才做望的记号。所以有时阵，咱看去遮个事件，有时看到侪咱讲性的议题伫教会，有时也伫发生。而这过程中间，咱就怎样来看到即个温麻的代志，怎样来显明？伫咱的团契内底，我相信，无论伫即个社会，也是面对侪的影响，咱所做的，咱所讲的，如果落徛在伫上帝的面前，咱拢会显明出来。所以，伫遐弟兄姊妹，伫今仔日咱的时代，咱的世界是变化快速的，有时随往咱听到真侪。真紧的消息，总是有时阵，咱爱慢慢来听，慢慢的听，慢慢来听。有时咱听真多，有时互咱的心非常的紧张。总是有时阵慢慢听是非常要紧。我伫世新的时阵，我是读传播。所以有时阵，咱爱去讲即个新闻，也是讲即个媒体，有时所讲出即个道理，到底是真实还是正确？所以咱今仔日看到真侪的新闻，有时咱会问讲，即个消息是对倒位来？伊来源是对倒位？甚至是咱甲咱的泛新媒做伙斗阵的时阵。有时咱会听起真侪的道理，真侪的消息。有时咱会问讲，你是对倒位来的消息？你是对倒位来听？对什么人来听的道理？对什么人所讲起这款的消息？所以，互咱一步一步去确定这个讲话的人的背景。也是讲，即个背后伊所要显明的内容是甚物？所以有时阵，咱需要进一步去确定，到底即个消息是正确，还是对甚物款的道理来的。所以圣经对哪个事又讲起，咱爱快快听，慢慢来讲，听到对方的声音，听到对方的渴望。而且咱面对网络的时代，也是咱徛在伫都市，有时咱的讲话甲听信息真紧，总是有时阵咱慢慢来，听到到底这个消息，到底上帝的话，最后伫这个过程中间，互咱来看到。而今仔日咱看到伫网络的时代。FB 甲 IG 拢有一个限时动态，这限时动态讲起讲，在讲起被抛出的这个信息，只有1天的时间。所以话，下个人有伫这个限时动态会讲起伊所拄到的代志，可能伊是先前的这个拢讲起发文，讲起伊前仔日发生什款代志，希望是1天就会消息。总是有时阵，咱看起有侪新闻的事件，就是这个现实动态，互人
截取，也被人截图，所以有时阵来变做一个咱讲反车，也是讲即个讲起即个互人攻击的即个破口。所以兄姊妹，咱会当想想看卖，伫咱的生活中间，讲、甲听、甲做，怎样来彼此来有一个一致性？世界愈紧，看到咱的心中，咱的器皿，咱心中即个器皿甲耳孔，怎样来听？怎样来看到这个信息？咱的心怎样伫徛在伫上帝面前？所以还是耶稣的譬如，各一摆提醒咱，上帝互咱的器皿有偌济，就互伊互咱的就有偌济，而且咱听到伊道理，咱会当来胜利来行，继续来徛在伫上帝面前，愿上帝平安，甲咱三下伫咧，咱在祈祷。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由你来显明阮的心思意念。主啊，因为你是灯，你是光，光照伫即个世间，黑暗，拢无赢出光即个所在。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心中即个器皿，甲阮心中即个耳孔。会当来拍开。主啊，阮看见即个时代有侪侪稳重的代志，总是也是伫最近也拢显明出来。主啊，求你帮助阮伫明阮。阮知影，阮伫即个世间需要有你的引带甲带领。主啊，愿你的圣神继续帮助阮，互阮知影。阮所讲的，阮所听的，阮所行出的，都会当合伫你的心意内底。主啊，求你帮助阮伫你的时代，阮的教会诚做光甲盐，互阮当将阮心中所领受的道理，都会当分享，互阮四周的人，互因知影，阮所相信的是真搁活的上帝。是超越咱所想象，总是甲阮三脚伫地的上帝。主啊，感谢你，互阮会当做伙领受你的话语，互阮会当勇敢阮的脚步对你来行。愿你祈祷，奉主所名求，阿门。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201首，救主听堂的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主，我来
保护，使我罪恶清净。求主叫我警醒，我着祈祷无停，着惊恁爱受主的干，直到真日天定。主，我来就你，我搭就困你，将你所留的保护，使我罪恶清净。阿门。兄弟，咱要来举行奉献，由建中执事甲秀珠执事来施献。请坐。我来通知甲报告。报告大声，咱来先来读即礼拜金句，周报的内面也第3页，咱同齐来读2摆。圣经台语和日本金句来。因为有稳密的，无毋是要显出；守劝的，无毋是要露现。马可福音第4章22节，搁一摆来。因为有稳密的，无毋是要显出；守劝的，无毋是要露现。马可福音第4章22节，即礼拜金句。过来，即礼拜有侍奉的同工，请咱注意甲注意。教会消息今仔日真多谢家己中华文学院牧师主理礼拜甲讲道代表教会家己多谢。
后礼拜是青少年的纪念主日，礼拜中有青少年要参加侍奉、参与侍奉甲献诗吼。圣歌队献诗暂停一届，圣歌队后礼过来即个拜六练习嘛，休困一摆吼。过来，咱等下礼拜后有爱餐，多谢陈秀芬长老的准备，仁爱小组的饭后的休息。过来，等下礼拜四中昼12点，伫3楼会议室，咱要召开4月份的定期中酒会，请同工致意来参加。顶年度报税用的奉献收据已经送来请咱兄弟去领，莫共代领吼。顶年就是代领的，签伊的名，结果找无吼，莫代领吼。过来就是拜三基督会，有缘邀请咱关怀小组带领咱家己的小组来参加拜三基督会。有登记新眼光读经本的，请你去办公室来领取。邀请咱兄弟参加4年读经的计划。我顶礼拜有摕迄1甲4月，我拢无共写着，即马得补写吼。我紧目豆豆写紧参考紧写。目前有40个人参加。咱等下要庆生这名单我就无要搁讲我具体关怀的部分，恭喜曾明才弟兄伊有出版新册咱若有需要的去干事遐来登记但具体关怀咱等下甲过来讲。团契的消息，今仔日主日有搁采收迄个绿天使的莴苣伫楼骹，一包拢1斤以上毋望兄弟来踊跃来讲买过来就是等下12点，主日学嘛有一个亲子讲座，即个讲师是即个复兴教会关怀牧师王美淑牧师，伊要来讲迄个自学，自学囡仔自学，伊的囡仔嘛是自学欢迎大家来参加。兄弟团契下晡4点有要去参观即个摄影展着连去牧师的摄影展参观煞有伫5点半要自餐请咱兄弟团契的客友致意妇女团契等下嘛有聚会，今仔的题目是桌游这个妇女团契这是后礼拜圣歌队就礼拜六练习暂停一届。其他的部分，请咱兄弟姊妹家己来看我来介绍新朋友头一位是林辉明牧师甲林淑琴牧师娘，伫后壁遐来拍拍欢迎。过来就是即个温学温牧师的妈妈甲伊阿金雅敏姐雅敏伊口罩脱来，我较认会出来。那雅敏变甲遮瘦，拢无食饭，请坐。温牧师啦来咱遮，过来有一对青年，伊讲免介绍好，咱接续要为着即个庆生请咱即个月生日的，请咱起立教会要赠送即个罗水溪米来甲恁祝寿。好来，咱请珍妮咱拍鼓甲伊祝生日快乐较精恳的，较大声的，慧珍姐伫后壁搁淑美伫楼顶，中。现任长老伫后壁遐祝恁这个4月份生日快乐好，咱要为着集体的关怀来代祷
这个做文长老吼这个并举手术恢复了，真好势吼愿望真紧就会转来到咱中间，为着乐手这中风的调养，保证肺部的感染吼住院已经出院吼，拢为着遮来祈祷。正月长老伫4月初9伫工地吼去互迄提栏杆地着吼。上着这倒骹的迄大拇指吼，这真疼。咱为着遮个，咱来祈祷。第当大家有惊到的，家己爱迄落吼，即摆有较大一拄吼，阮兜嘛受灾户，阿家的车拢当倒，伊去互伊的车牵着，甲爬起来，伊所藏的小汽车啦吼，毋是大车。来，咱为着遮个，咱来主献上咱的感谢甲代祷。希望上帝，阮感谢你，虽望阮有拄着地动，阮的心惊吓，总是主你有缘做阮的石盘，保护阮，也特别为着伫花莲受灾，阮的兄弟姊妹，为着阮台湾即块岛屿。伫东部花莲，阮受到真大的灾害，主，阮毋知这是虾米款的情况，阮只有搁较谦卑伫你的面前，阮着深深来反省阮家己，着谦卑伫主你的业力的下面，阮无期待阮用阮的愚妄。甲骄傲来打造阮所要爱的环境，阮只有谦卑伫你的面前，遵守即个大自然的法则，阮才会当寄你共同管理即个世界。为着小主文长老伊的款旧的手术复原，伊的查某囝孙对美国转来，甲因照顾。拢得到平安顺遂，为着乐手这中风的调养，求主你持续看顾，保证肺部的感染当平安出院，互伊的复原得到真紧恢复元气。为着正业长老伊的骹受伤，有一寡无方便，总是主。有缘，伊伫教会的时间无顿定，无伦理。主啊，阮有济的兄弟姊妹，因有济的状况，有的伊无方便，互人知。总是主你的安慰，甲医生的治疗，着临到遮的兄弟兄姐的顶面。阮也求主你赐福，伫4月份生日，阮所疼的兄弟姊妹，主你的恩典常常甲因伫地，互因伫生日即个月份有感受到主你的恩典，甲阮兄弟姊妹的祝福伫因的顶面，为着阮教会期待久久的牧师，阮向主你求讨。互阮的兄弟姊妹关心注意，伫教会的事工，无因为牧者会未来，互阮失迷走踪，互阮注意伫主耶稣大牧者的身上。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咱来行平安礼。
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我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好，咱犹原徛咧，咱要来吟重言的诗，正诗513首，吟之煞，牧师祝祷。愿主祝福予你，愿上帝的荣光遍照你，也应慈悲宽解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守护你平安。阿门。也谢咱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叹，圣神带甲带领，甲众兄姊妹相甲伫地，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